哇，看看这全是来，9哈，9，哎，好，你这个滚槽哦，你这个滚槽罗汉的这个特征就非常的明显。同样的哈，我也要邀请各位特别来注意一下整项它的收钱啊，它的收钱就是展露非常地道的罗汉拳的风味啊。那这个真的别的地方真的看不到，来说啊，真的看不到啊。所以我们说今天的蓝少林啊，在我们南部川啊，南部川复活了。昨天才刚刚世界末日了哈，所以今天复活。中南美洲的国家。好，这是过去啊。袂了嘞，袂了嘞，哦。哇，赞！哇！不是，难道你也各位报告哈？那个林蝶秋波很重要哦，在修滚了，这完了8分钟多啊！对，我们现在朱老师哦，朱老师啊，愈练愈水哦，愈练愈水哦。哎，好，再来是咱另外一种完全无共